我一行偌久啊，连要去崩安尼，来看爆米香啊，永白啊爆米香，嘣哦，大声，永白啊爆米香啊，永白啊爆米香的二代传人，这新年哈，新年永白啊爆米香第二代传人，你看学的真好，现场都看到了哈，用糙米啊，用那个麦芽，还有红糖啊。做好放在这里，然后搅拌，然后切成块哦，然后包装啊，有50块，也有60块、70块、80块。刚刚讲57、18、100。不是只有拍而已呢，我自己也有买呢。你看啊，谢谢，欢喜结缘呐，请看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嘿嘿。有宝贵的资源跟大家分享，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YouTube 哦，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礼拜二哈，礼拜二早上到下午5点来5点半弄里家在民族路跟热力街交叉路口，新营王公庙东这宫王公庙东这宫北边放营将军的边仔遮，新营区港的边仔遮现场操作现场制作最新鲜最好的嘞吃这个爆米香补元气啊吃米饭补元气。